喺香港太平山頂呢塊矜貴嘅地頭，2025年3月17號個黃昏，發生咗一場靜雞雞嘅告別。97歲嘅李兆基，呢位用咗30年將千元本金滾到2300億資產嘅地產大亨，喺12名醫護三班倒嘅守護下，嚥咗最後一口氣。佢嘅離世就好似一顆巨石跌落海，唔單止震動咗香港商界，仲喺全球範圍引起咗軒然大波。李兆基嘅離世平靜又體面，5個仔女圍喺床邊，連喺加拿大嘅前妻都發嚟視頻告別。不過呢份平靜背後，其實藏咗好多唔為人知嘅秘密。有消息話，李兆基臨終前叫助手銷毀咗所有醫療記錄。呢個舉動無疑俾外界留咗好多遐想空間。銷毀醫療記錄究竟係為咗保護咩嘢？係李兆基晚年病痛嘅隱私，定係嗰啲可能引發家族紛爭嘅敏感訊息？我哋唔知。但呢個舉動無疑為李兆基嘅離世增添咗一抹神秘色彩。李兆基嘅晚年生活其實唔似外界咁風光。佢身患重病，唔得唔靠先進嘅醫療設備同專業嘅醫護團隊嚟維持生命。據醫護團隊透露，李兆基將山頂嘅3棟別墅改成咗療養院，每日有專人推住輪椅喺1號宅同2號宅之間遛彎。去年無人機仲拍到佢喺庭院曬太陽，身邊圍住4個着防護服嘅醫護，嗰場景就好似喺拍科幻片咁。李兆基嘅晚年雖然物質上好豐富，但身體上嘅病痛卻令佢備受折磨。佢選擇喺屋企度過最後嘅時光，或者都係希望喺熟悉嘅環境入面揾到一絲絲安慰同寧靜。不過李兆基嘅離世最引人關注嘅，還係佢份被港媒稱為精密如瑞士鐘錶嘅財產分割方案。2個仔攞咗97%嘅家族股權，3個女就只可以按月領信託基金，甚至連外孫女李敬怡生仔都可以激活10億獎勵金。呢個方案無疑喺商界引起咗好大嘅轟動。有人讚李兆基嘅遺產分配方案係商界教科書，認為佢巧妙咁運用咗家族信託、股權分配等手段，既確保咗家族財富嘅傳承，又避免咗可能嘅紛爭。長子李家傑同次子李嘉誠分別負責內地同香港嘅業務，呢種劃江而治嘅方式，既發揮咗佢哋各自嘅優勢，又防止咗兄弟鬩牆。不過都有人對呢個方案提出咗質疑，佢哋認為李兆基將大部分財產都俾咗仔，對男地就顯得好苛刻。3個男只可以按月領信託基金，唔可以參與到家族企業嘅決策入面。呢無疑係對佢哋能力嘅一種忽視。更有網友辣評，豪滿千金過得好似高級打工仔，生仔先係硬道理。事實上，李兆基嘅遺產分配方案並非一朝一夕嘅事，早喺多年前佢就開始精心佈局家族傳承。佢設立咗家族信託，將家族核心資產放入面，並通過制定家族憲法嚟規避遺產稅同確保企業控制權。佢仲規定單筆投資超50億必須兄弟聯署。呢種權利隔離嘅方式，既保證咗決策嘅謹慎性，又防止咗個人輕率決策。不過再精密嘅遺產分配方案都唔可以完全避免家族紛爭。始終人心係最難捉摸嘅嘢。李兆基嘅離世無疑為李家留咗一個龐大嘅財富帝國，但同時又埋下咗一顆可能引發紛爭嘅種子。喺李兆基嘅遺產分配方案入面，次子李嘉誠同明星媳婦徐子淇無疑成為咗最大嘅贏家之一。徐子淇喺8年內剖4胎，為李家生咗2個仔同2個女。呢個生育 KPI 唔單止令佢喺李家站穩咗陣腳，仲為佢贏得咗豐厚嘅獎勵。據港媒報道，徐子淇每生1個仔，李兆基都會俾巨額嘅獎勵。
由豪宅、珠寶到現金，徐子淇嘅每一次生育都好似係為李家增添一份新嘅財富，而李嘉誠都因為徐子淇嘅生育功勞，喺家族中嘅地位更加穩固。不過呢種生育 KPI 都引發咗外界嘅好多爭議，有人認為呢係李兆基對後代嘅期望同獎勵，體現咗豪門對子嗣嘅重視，但都有人認為呢係對女性身體嘅好大傷害同唔尊重，將女性視為生育機器嘅做法實在令人難以接受。事實上，徐子淇嘅生育 KPI 只係李家豪門生活嘅一個縮影。喺豪門入面，子嗣嘅繁衍往往同家族嘅興衰緊密相連。李兆基對後代嘅期望同獎勵，無疑都體現咗呢種傳統觀念嘅影響。同次子李嘉誠相比，長子李家傑嘅生育之路就顯得好曲折。由於身體原因，李家傑唔能夠自然生育，於係佢選擇咗代孕呢個方式。據報道，李家傑喺美國代孕生咗3胞胎仔，呢個舉動無疑為佢喺家族傳承中贏得咗更多嘅籌碼。不過，代孕呢個行為都引發咗外界嘅廣泛爭議。有人認為代孕係對生命嘅唔尊重同對女性嘅剝削，應該被禁止，但都有人認為喺唔能夠自然生育嘅情況下，代孕係一種合理嘅選擇。對李家傑嚟講，代孕無疑係佢為咗實現家族傳承而做嘅無奈之舉。喺豪門入面，子嗣嘅繁衍往往同家族嘅興衰緊密相連。李家傑作為長子，肩負住傳承家族血脈同事業嘅重任。佢嘅代孕行為雖然引發咗爭議，但都體現咗佢對家族傳承嘅執着同考量。喺李兆基嘅遺產分配方案入面，3個男男無疑成為咗最受傷嘅一方，佢哋只可以按月領信託基金，唔可以參與到家族企業嘅決策入面。呢種安排無疑令佢哋嘅豪門生活顯得好尷尬。大男李沛文喺恒基工作咗20年，卻始終冇摸到董事會嘅門邊。佢同其他2個姊妹一樣，只可以每月領7位數嘅生活費。想創業仲要揾2個細佬批條子，呢種處境無疑令佢哋感到無奈同沮喪。豪門千金嘅生活往往比外界所羨慕，佢哋擁有無盡嘅財富同優越嘅生活條件，但卻都承受住好大嘅壓力同束縛。喺李兆基嘅遺產分配方案入面，3個男男嘅尷尬處境無疑揭示咗豪門生活嘅另一面。李兆基嘅離世為李家留咗一個龐大嘅財富帝國，不過呢份遺產嘅分配卻並非易事。雖然李兆基生前已經制定咗精密嘅遺產分配方案，但點落實呢個方案卻成為咗擺喺李家面前嘅一道難題。首先，遺產嘅評估同價值確定就係一個複雜嘅過程。李兆基留低嘅財產種類繁多，包括房地產、股票、現金等。點樣準確評估呢啲財產嘅價值，並確保分配嘅公平性，將係一個好大嘅挑戰。其次，家族成員之間嘅利益糾葛都將成為遺產分配嘅一大障礙。雖然李兆基已經通過家族信託同股權分配等方式盡量避免咗紛爭，但人心難測，家族成員之間嘅利益衝突仍然難以避免。最後，遺產分配仲需要考慮到法律同稅務等方面嘅問題。喺香港，遺產稅係一個唔可以忽視嘅問題。點樣合理規避遺產稅，並確保遺產嘅合法傳承，將需要專業嘅法律團隊同稅務顧問嘅支持。李兆基嘅遺產分配方案雖然俾外界稱為商界教科書，但佢嘅落實過程卻充滿咗變數同挑戰。豪門恩怨嘅序曲係咪已經奏響？定呢將係豪門紛爭嘅終章？一切都仲未可知。李兆基嘅離世，無疑為香港商界留咗一個好大嘅空白。佢嘅遺產分配方案雖然引發咗好多爭議同討論，但都為我哋提供咗一個窺探豪門生活嘅窗口。
喺豪門入面，財富同權力往往緊密相連。不過喺追求財富同權力嘅過程中，人哋係咪都失去咗啲咩嘢？比如親情、愛情同自由。李兆基嘅遺產分配方案雖然睇落精密無誤，但卻都揭示咗豪門生活嘅複雜同無奈。對普通人嚟講，李兆基嘅故事或者只係一個茶餘飯後嘅談資，但對嗰啲身處豪門之中嘅人嚟講，呢卻係一個值得深思嘅問題。點樣喺追求財富同權力嘅同時，保持內心嘅平靜同幸福？點樣喺豪門恩怨中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？李兆基嘅離世或者係一個結束，但都可能係一個新嘅開始。對李家嚟講，佢哋將迎來一個新嘅時代；而對我哋嚟講，李兆基嘅故事將永遠作為一個豪門傳奇被銘記。喺爭議同反思中，我哋或者可以揾到啲屬於自己嘅答案。